大家好，我係茂哥。父親節一眾嘅父親當然過得開心啦。咁當然包括東亞太子李文橋同埋佢嗰兩位太子啦，即係寶 baby 嗰兩位寶貝孫嘅生日啦。當中 banner 一句孝順男書院技經四座，相信係指兩位讀緊 DBS 嘅太子啦。除咗幫佢印 banner 嘅公司一戰成名之外，佢老哥亦響到大大隻字都睇唔到，咁又係。東亞嘅李文橋唔單止對文字文盲，對數字都文盲啦。唔係東亞嘅 CRE 點會日日爆？壞賬喺佢任內創新高啊！作為老豆睇唔到唔緊要，始終李文橋都係受寶 baby 嘅栽培，浸鹹水讀翻書，中文字就未必識多幾隻。諗唔到做佢賢內助嘅阿媽又睇唔到，咁又係 BonnieCon AKA 李邝寶如識人多過識字。唔識字都唔出奇啊，可能真係唔覺寫錯字呢。前嗰幾日，東亞嘅太子李文橋被爆參與有富三代、有副司長，又有謝 Sir 嘅派對，延續李家過往喺政經界嘅人物。呢度可以爆單料，李文橋除咗工作之外，樣樣都做好做滿 ，networking 好勁嘅。2010年嘅8月，林建岳同埋前妻謝玲玲嘅長子林孝賢就慶祝30歲嘅生日。林孝賢就出動11架嘅豪華遊艇到大浪西灣舉行船 P， 除咗林氏一家林孝賢同埋細佬林孝能、林恬儀同林心怡之外，仲有楊奇龍、李文橋、趙式豪等一班嘅富豪二代俾面出席。當時文橋同埋未婚妻 BonnieCon 齊齊出台，剝晒衫褲除淨泳裝，上船下灘玩足12個鐘。李文橋盡顯交際手腕，為咗增加人氣，林孝賢更加包過百樣靚身材正嘅金髮鬼妹上船，作風豪放嘅鬼妹仔舢板上打大赤辣晒8月15，令現場氣氛嗨爆。作為東亞天選之人嘅李文橋情史同埋東亞嘅業績一樣起伏不定啊！現任妻子 BonnieCon 李邝寶如被譽為飛上枝頭變鳳凰，由一屆空姐變成香港最後一個貴族嘅新抱，認真傳奇。不過李文橋就唔知係咪可能掛住追女仔啦，搞到佢東亞業績好似唔係咁好。李文橋不嬲中意玩，不過早於2001年同英軍羅孔瑞嘅千金羅寶瑩結婚，兩人婚禮喺香港舉行。新娘子羅寶瑩當時乘坐勞斯萊斯喺老豆羅孔瑞陪同之下到教堂，而新郎哥李文橋就駕駛紅色嘅 Bentley 花精提前到場。一向低調嘅羅家為咗嫁女就空巢而出，羅旭瑞、羅家瑞、羅康瑞、羅啟瑞等全部盛裝赴會，俾面寶哥哥。而李家同羅家兩家人一齊巨型嘅大合照尤其壯觀。而晚上又喺君悅酒店擺咗30圍嘅酒席宴請親友。不過關於李文橋同埋羅寶瑩戀愛嘅細節，坊間就冇任何報道。故此有一說法，呢場婚姻嘅性質就如同何超瓊同許晉亨嘅婚姻相似，場面熱鬧非凡。而父母間亦經常穿梭應酬，傾生意嘅就傾生意，拉交情嘅就拉交情。不過婚後嘅羅寶瑩仍然好識得討奶奶嘅歡心，而寶哥哥同埋老婆潘金翠經常公開誇獎新抱李文橋與羅寶瑩育有一女。4年之間一直恩愛非常，經常結伴出席雙方家族生意嘅活動。講起羅寶瑩，就不得不提其家族史啦。英軍羅英石由始至終只有原配嘅一房太太，算得上豪門嘅一股清流。而老大羅孔瑞就係羅寶瑩嘅父親，能力突出，係最早接手英軍集團嘅事務，而且當時最受羅英石嘅信任。羅寶瑩亦順理成章變成太子女，可惜羅孔瑞一邊就管理家族生意，一邊喺外面另起爐灶。1975年，佢同堂哥喺外面成立一間建築公司，專門接老豆地產公司嘅建築工程。羅孔瑞背靠英軍呢棵大樹，自然賺到盆滿缽滿。但好景不長，1983年佢被廉署起訴，指佢涉嫌行賄萊斯銀行嘅精餘，訛騙254萬嘅貸款。1986年又因行賄銀行嘅總經理被判囚3年，後來上訴獲釋，從此佢絕少出現喺公眾眼前。
而老豆羅英石對此當然失望啦，基本上收翻羅孔瑞喺集團嘅所有實權，相當於取消咗佢繼承人嘅資格。眼見老豆從巔峰落下，整個家庭經歷周圍人情嘅冷暖變化，羅寶瑩亦受到影響。寶瑩其實由細到大都係由保姆湊大，大個少少就送去寄宿學校，當然係一路名校，但父母就好少陪伴身旁。老豆出事事前同埋事後都好難見得到，而阿爺羅英石更加係咁，一年能夠講得上說話嘅機會就甚少。喺羅寶瑩嘅心目中，阿爺羅英石係個遙遠而有威望嘅長者，親唔親切呢？又唔覺得。老豆出事時，羅寶瑩只不過係10歲，就幫唔到屋企咩忙，佢亦只能按照家族安排嘅步驟生活，年齡一到就到外國嘅名校留學。李文橋同羅寶瑩兩人門當戶對，當所有人以為郎才女貌嘅結合係珠聯璧合，但呢段婚姻只維持咗4年就結束。於2005年中開始屢傳婚變嘅消息。當年何超瓊舉行生日會，李文橋更加只帶表妹潘迪生個女潘楚穎作伴，而坊間有傳言係其中一方出軌，對於事實外界就不得而知。但肯定兩人相處係唔開心嘅。羅寶瑩為咗盡早結束呢段婚姻，更加放棄咗個女嘅撫養權。而更甚嘅係，羅寶瑩2005年中同李文橋分手之後，火速搬離愛巢。而羅寶瑩初時係搬回娘家，試圖拔到威利閣嘅低層寓所，但同年9月獨自搬往同座價值3500萬嘅另一高層單位。新屋雖然以羅寶瑩母親羅王淑愛嘅名義購買，但有傳呢一豪宅嚟自一位非常關心羅寶瑩嘅地產界朋友，希望讓寶瑩住得舒服，一宅3000多萬，出手非常闊綽。但離婚唔夠1年，羅寶瑩就揾到人生嘅第2個男人，兩人更加火速結婚，轟動全城。此人就係美心嘅揸飛人伍衛國，佢同羅寶瑩同樣出身名門，最重要係兩人相識多年，但當時冇擦出愛火。其後男婚女嫁，各有歸宿。羅寶瑩喺01年同李文橋結婚，伍衛國亦喺同年迎娶下屬美心中菜部嘅員工朱婉霞。其後兩人均同身邊另一半感情破裂，離婚收場，各自回復單身。有一個說法係2005年嘅11月，羅寶瑩同伍衛國喺一次聚會中再碰頭。由於伍衛國喺美國長年長大，思想較為開放，對羅寶瑩曾經結婚同埋生女都唔介意，隨即展開熱烈嘅追求。兩人嘅感情發展迅速，熱戀數月之後，伍衛國隨即求婚，而雙方家長對兩人門當戶對，亦大表支持。2006年嘅11月，兩人熱戀數月之後喺香港閃電結婚，再抱另一段嘅豪門姻緣。兩人嘅婚事喺上流社會圈中廣泛流傳。原來羅寶瑩嘅前家翁李國寶一早被知會，即使羅寶瑩同埋李文橋離婚之後，羅寶瑩同前夫一家原來一直保持良好關係。由於兩人共同育有一女，雖然撫養權就歸李家所有，但作為阿媽嘅羅寶瑩一直對女痛錫有加，不時前往探望。羅寶瑩尤其尊重前老爺李國寶同埋前奶奶潘金翠，佢同美心老闆伍衛國相戀，亦有向二人稟明。當時有官場消息指出，潘金翠同時任政務司司長許仕仁嘅太太羅美薇會面，即係串爆肥龍老公嗰位呢。談女人經之餘，潘氏更興高采烈向對方透露前新抱已經識咗新嘅男仔，所以上流社會圈子以及政經界對富豪家族嘅第2代戀情早已廣泛流傳。另一邊廂，2006年嘅3月，當時任職東亞銀行總經理嘅李文橋帶住2歲嘅女火速另結新歡。2005年嘅10月，多次被傳媒影到約會莊氏太子女莊家慧夜蒲跑馬地，又曾到灣仔燭光晚餐。2006年嘅除夕，兩人又被發現喺中環街頭齊齊倒數，更激情攬腰公告親密嘅關係。莊家慧嘅老豆莊兆綏就係莊氏集團嘅主席，有股壇4大惡人之稱。而李文橋為人所知嘅3段戀情，女方均係名門之後，除咗羅寶瑩、莊家慧之外，1997年佢曾攜同恒威集團嘅太子女劉詩慧亮相，兩人拍拖1年之後就分手。面對前妻再婚嘅李文橋不甘示弱，
同莊氏集團嘅太子女莊家慧譜出愛曲。2008年嘅2月，李文橋帶住囡囡以及緋聞女友莊家慧一家3口到曼谷過年，入住曼谷老字號5星級酒店，仲喺一間高級餐廳大年初一齊齊食泰皇菜晒溫馨。原來李文橋喺早一年，即係2005年嘅11月23號喺泰國水燈節，即係泰國嘅情人節前夕，已經靜雞雞過去泰國拜會白龍王，唔知係咪保佑兩人感情順利呢？但當時就俾人拍到撐台腳。到2009年嘅6月，李文橋又有新歡 Bonnie 鄺寶如首次出現喺大眾嘅視野。當時東亞雙雄見紅過紅啊，太子李文橋、李文彬各自帶咗女友亮相何猷龍嘅晚宴。李文橋同埋莊氏太子女莊家慧分手之後，結識咗據講喺澳洲留學嘅女友 Bonnie 原名鄺淑霞，2014年改名鄺寶如。佢做過電影公司公關，後嚟公司喺菲律賓開賭場，所以接觸唔少財經版嘅記者。佢又曾任職純官旗下嘅國際娛樂以及周大福，做過老連城私人飛機公司嘅公關，由空姐質素到飛機上嘅被鋪都歸佢負責，氹到富豪鬼死咁開心。結識李文橋之前，佢任職空姐，後嚟改為地勤。當時有媒體稱佢為翻版張曼玉。坊間就有唔少報道指 Bonnie 好似有整過，但就未能100%核實。剛好2010年嘅8月，細佬主管東亞中國業務嘅二公子李文彬同任職高盛，號稱星洲金融之花嘅馮玲珍喺英國倫敦舉行童話式嘅世紀婚禮，從日頭喺古樸莊嚴嘅聖保羅教堂行禮開始。聖保羅教堂正係英國寶哥哥當年行禮嘅教堂。李文彬嘅兄弟團除咗有李文橋之外，仲有恒基太子爺李嘉誠，出席嘅就有合和太子爺胡文新、劉明偉、林建樂個仔林孝賢以及曾蔭權夫婦都有俾面到場。連好少蒲頭嘅何猷龍亦帶埋太太羅秀欣專程飛到英國祝賀一對新人，認真唔話得啊！之後就巡迴喺西班牙、香港等地擺酒，最後一站就喺新娘子嘅老家新加坡擺啦。李文彬夫婦喺香港補擺喜酒嗰餐，李嘉誠、李澤鉅夫婦、四叔李兆基、鄭裕彤、霍震霆、唐英年、胡應湘、梁錦松、郭炳江亦有到場祝賀，場面好不熱鬧。講返 Bonnie 先，曾經有傳媒報道指 Bonnie 任職空姐時曾搭上有婦之夫卡拉 OK 老闆 Jason， 後嚟 Jason 因為夜場生意欠佳， Bonnie 又認識到李文橋之後就同 Jason 分手。有記者嘗試向李文橋求證，佢一聽之後即刻黑面，隨即不發一言離開。2011年嘅2月，寶哥哥揸飛嘅東亞銀行剛剛公布舊年嘅盈利創新高，又獲大馬富豪郭令燦嘅家族增持，佢間銀行嘅股價急漲，揸住23號嘅股民幾咁 happy， 但原來只屬曇花一現咯。當時有傳媒喺富豪飯堂灣仔福臨門就撞見寶哥哥李文橋同佢愛女以及 Bonnie 同埋細佬李文彬，當時 Bonnie 更加拖住李文橋個女隻手仔，一家人咁款。到下晝2點零，李文橋就拖住女友同愛女先行離席，傳媒就有問佢係咪5月結婚，佢就笑笑口冇回應，急急腳上車走人。自從李文橋同 Bonnie 拍拖以嚟2年多，佢哋不時拖住手仔喺社交場合同埋朋友聚會中大晒恩愛。後嚟兩人低調結婚， Bonnie 婚後獲老公李文橋支持創業，寓興趣於工作。2014年嘅3月，華江船務嘅太子女趙式和就同 Bonnie 合資7位數字做生意，喺灣仔開設高檔生活家品店 Bonaventura， 引入面世超過260年嘅德國瓷器品牌發售。Bonnie 透露老公非常支持佢創業，佢話先生對我工作非常支持，上年暑假喺歐洲旅遊時，佢仲特別抽時間陪我去德國參觀呢間工廠，了解完製作過程以及歷史悠久嘅背景之後，佢都非常欣賞。而趙式和向來醉心藝術，佢自然細個嘅時候已經受阿媽何莉莉以及古董名畫收藏家兼船王阿爺趙松顯影響，對家品同埋擺設好有要求。佢話阿爺係大收藏家，屋企有唔同朝代嘅瓷器、名畫以及古董收藏。阿媽就中意去唔同地方嘅古董市場，
佢好講究啊，會用好靚嘅餐具。2015年，Bonnie 為李家誕下今集主角一對孖仔，其後過住闊太嘅生活，養尊處優。剛過去嘅6月17號，李嘉欣更加同一班名媛好友為 Bonnie 慶祝生日。除咗李嘉欣，永隆銀行已故創辦人伍宜孫嘅孫新抱伍葉正儀，已故4大家族後人周啟邦嘅新抱周王永林，已故富商邱德根嘅孫女邱詠儀等都有出席，齊齊為 Bonnie 慶祝生日。據悉 Bonnie 同李嘉欣亦私交甚篤，兩人經常一同出席各大豪門嘅派對以及私人聚會。有人話 Bonnie 係飛上枝頭變鳳凰最好嘅人版，但午後淨係識一個 Bonnie， 就係兒歌300首 My Bonnie is over the ocean。 Bonnie 你搭沉船啦！香港地匯豐渣打股價屢創新高，雙雄李文橋、李文斌話事嘅東亞股價卻一路沉底。最後4句總括香港銀行：匯豐照我茶煙飯，沖涼揼骨靠渣打，供車供樓靠大摩，東亞理事壞賬多。Peace out。如果中意呢條片嘅就記得 comment、like 同埋 share 啦。仲有，若果想大力支持我哋，可以 Super Fans。多謝咁多位，尤其係會員嘅支持。